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全国技能竞赛中区的比赛。台里交泰高中的流行服饰科有6个同学来参加比赛，拢来得奖。其中2个同学是摕到金牌。陈如柔真专心咧练习，即摆参加全国技能竞赛中区赛，因为伤紧张，记唔到号码，提早出场。好佳在赶紧调整心情，上尾也伫服装创作顺利摕到金牌。后来我调整心态，然后后来就做得比较顺利，所以能够在时间内完成。佮有伫国服摕到金牌科药妆，过去完全无服装制作的基础，对老师大大练习，开始变甲真熟手。伊伫比赛进前嘛一直问老师问同学，希望互家己的服装更较立体。有很多地方都是老师跟同学一起教我，我们就是一起成长。期待这个选手会当继续打拼，伫全国赛嘛摕到好成绩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